地方放送头，人讲一户二落三万家，咱要来看台南这座城市已经有400档的历史。这文化的底蕴是真丰富，也毋过呢，这时代咧变迁，所以一寡古早的文物，这年久过深，嘛是同款的傲气。今嘛是有一群青年，因是当咧拍拼咧保存过去的文物，因是透过修复，也佮有重新设计的方式，甲古早时的一寡文物放入去现代人的生活当中，互这份文化的精神会当继续落去。今仔日阴暗7点半，台基台青春咱的梦，特别带大家做伙来看这群人是安怎甲过去的物件甲现代牵做伙。加入这间购物店，若像甲英国记忆搁找回来。这间店的头家叶家宏，从大学的时阵就开始收装具的物件，后来经营购物店。伊希望这个空间是物件的中继站，或者物件会当找到新的主人，互故事甲情感会当延续落去。我拢希望讲来买的人，伊毋是买到这个物件尔，伊个得到这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嘛是对着这个物件继续传落去。对我来讲，这就是比买卖中间搁较有意义的代志。每一件古早物拢有经过岁月的熏染，迄是主人留落来的故事甲记忆。当这的物件传去另外一个人的手头，把存在情感嘛会当继续落去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想象一下，那些被丢去的玩具都去哪里了？垃圾场被烧掉。就像我到现在都还记得，我是大概小学的时候哪些玩具被丢掉。那我们就希望透过我们的角度跟我们的能力，然后去帮小朋友们解决这些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解决的问题。为了延续美好的记忆，这两个成大工业设计系学生利用下课的时间成立创修工坊，替囡仔维修这套物，嘛世界教学推广修复代替单调的理念。还有一只机器人，它的脚断掉了，你们有什么方式自己修理？很好。我们不仅仅只是修复一个玩具，我们觉得更是一段珍贵的感情。我觉得玩具背后都有属于他们的故事。在追求科技进步的时代，珍贵的事物嘛渐渐流失。不过，这个人当用心守护这个都要消失去的记忆，因毋若传承永过的回忆，嘛保存这个故事，互较早的美好甲人情味，悠然是遐尔温暖。记者洪条生、吴一修综合报道。